再来看，小市长公布有12间业者，计共有18项的化妆品验到有致癌的苏丹红色素，要限期回收。卫生局昨下晡嘛去台南安定一间生技公司稽查，封存6000支的护盾膏。卫生局嘛表示讲，台南这间业者是主动通报、主动回收，市政府嘛继续来监管。 台南市卫生局人员24下晡去安定一间生技开发公司，当场封存将近6000支的护盾膏，主要因为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第2波禁用色素名单，牵涉一间原料供应商向全台12间业者提供原料，其中18项产品验出有色素苏丹4号，内底嘛包含侪知名商品。那台南这间业者主动通报，卫生局专属封存，后续会持续监督落价甲回收。益宏企业有限公司进口的红色复方原料3批，批号分别为今年的1月13号、2月18号及10月10日，还有化妆品禁用色素苏丹4号。卫生局接获讯息之后，立即针对台南市的名单进行查核。台南的业者讲，这项产品是委外代工，原料是新加坡原厂，目前对方8回无添加苏丹红，嘛提供 SGS 检验报告证明。根据了解，当时台湾也未建立针对化妆品的苏丹红检验标准，虽然业者甲代工厂拢尽力咧找证据来证明产品的安全性，不过受到现行检验机制限制，到今也无法度摕到明确证明资料。台湾那时候 都还没有制定化妆品中含有苏丹红的检验方法，所以台美检验是用食品的检验方法去做的。那检验报告出来之后，代工厂其实也很积极的，在11月4号的时候主动联络食药署这件事情，但是食药署跟他们的反应是，他们不接受食品的检验方法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等化妆品的检验方法 出来之后，我们才可以送验。这杯护盾膏是2021年上市，业者10月中接到通知，主动落价。因讲落买一批6000支，并无留去市面。业者嘛讲，无论消费者当时买，公司会当专业退费，积极承担责任。记者是台南采访报道。